咧，我就試下喺個催眠嘅治療療程入邊咧，將佢帶翻去佢嘅前世入邊咧，嚟到去做一個療愈。然之後咧，呢一個人咧，佢就發現咗佢自己前世咧係一個羅馬嘅女巫嚟嘅。咁當時咧，可能係因為教廷嘅壓迫啦，於是乎咧，嗰啲嘅士兵就去追殺呢一個女巫。結果咧，佢哋就一箭射中咗個女巫嘅心臟，於是乎咧就死咗啦個女巫。咁亦都係因為嗰一箭刺中咗佢嘅心咧，所以令到佢今世咧個心好無啦啦咁樣痛。然之後我哋就用咗一啲療愈嘅方法，將嗰一個前世嘅負能量轉化咗佢啦，將個創傷轉化咗佢，然之後收翻嗰一生嘅靈魂碎片翻嚟。到佢喺催眠狀態入邊醒翻之後咧，佢發現佢個心口咧就終於都唔再痛，而且咧一路去到依家咧，佢個心口都冇再痛。換句話講，即係話原來有一啲嘅身體嘅症狀，一啲身心嘅症狀咧，其實可能係源自於個心理嘅因素，或者係源自於前世嘅一啲創傷、一啲經歷。因為前世俾箭射中咗呢個位，呢個位咧有個傷口，所以今世咧個傷口就會痛啦。當你解決咗嗰一個經歷，當你係揾翻呢一個創傷出現嘅原點，然之後療愈咗佢咧，咁你就可以重寫翻嗰一個傷口嘅細胞記憶，而令到佢咧唔會再隱隱作痛。所以如果大家有一啲嘅症狀，可能睇咗醫生或者做咗檢查，發現都冇乜問題喎，可能係一啲心理嘅因素影響，而又發現可能一路處理原生家庭嘅問題嘅時候都處理唔到嘅話咧，可以試下去做一啲前世嘅療愈，你可以做一啲前世嘅能量治療啦、修復靈魂碎片啦，或者催眠治療，嚟到去睇下究竟會唔會係一啲前世帶過嚟今生嘅創傷，而令到你會有咁樣嘅情況嘅。